由新鴻基地產及會德豐合作發展嘅太子道西233號，位於何文田傳統豪宅地段，合共提供75伙，提供多元化戶型，涵蓋2房至4房單位。項目門外設有巴士及小巴站，多條巴士路線前往港島新界，步行大約10分鐘到達旺角東站，2站直達港島核心商區。揸車嘅話，經紅磡海底隧道都只係需要15分鐘左右，交通四通八達又便利。鄰近多個大商場，集合多元化商店，購物娛樂樣樣齊。另外設有街市、民生商店齊全。項目嘅另外一個賣點就係位於名校網，小學屬於34校網，而中學屬於九龍塘區，傳統名校林立，向來都吸引一眾嘅家庭客進駐該區。太子道西233號2價2樓。即刻同大家一齊參觀下。首先睇嘅係天池至尊連天台及泳池特色單位，19樓 A 室係全館最大面積，實用面積1748尺，天台大約1215尺，屬於4房雙套間隔，連衣帽間、天台及泳池，玄關闊落，可以放到多組嘅鞋櫃同儲物櫃。玄關嘅旁邊就係廚房，U 型嘅工作台面，備餐空間充足。配備各種嘅名牌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焗爐、煤氣煮食爐、雙門雪櫃、酒櫃同洗碗機等等。內設有工作間，可以用作工人房使用。巨型嘅客飯廳，面積接近360尺，可以放到多組嘅大型家具。複尺型嘅落地大玻璃窗及長形露台，提升屋內採光之餘，都可以盡享窗外嘅加多利山景色。走廊嘅第一間房間隔方正，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旁邊就係其中一間嘅套房，一樣間隔方正。套廁以趟門設計，設有浴缸。套廁亦都可以通往另外一間睡房，呢一間睡房嘅面積較大，可以放到雙人床、衣櫃同埋梳妝台。客廁以企缸設計，設有洗手盆櫃同鏡櫃作收納。主人房十分寬敞，擺放 King size 大雙人床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兩邊嘅大落地玻璃窗可以望到不同嘅景色。主人房內設有衣帽間，大約50尺。套廁寬敞，同時設有浴缸同企缸。並且以雙洗手盆設計，有多個嘅收納櫃。大門嘅旁邊設有內置樓梯，可以直上天台。L 型嘅天際泳池，大約長9米。另外一邊就係天台嘅位置，已經配備咗燒烤爐，空間寬敞，都可以打造私人小花園。然後帶大家參觀另外一個嘅特色單位，18樓 B 室，屬於4房雙套連平台間隔。實用面積1529尺，平台大約635尺。一入到屋就係巨型嘅客飯廳，做到客飯廳分明之外，都可以擺放多組嘅大型家具。外連大約635尺嘅 L 型大平台，已經配備咗燒烤爐，享開揚景觀，亦都可以遠眺獅子山景緻。廚房就係位於大門嘅旁邊 ，L 型開側，充足嘅備餐空間，配備各種名牌家電，包括微波蒸焗爐、酒櫃、煮食爐、焗爐、雙門雪櫃等等。廚房內設有工作間，可以用作工人房使用，亦都設有小平台，可以晾曬衣服或者儲物。走廊位置第一間睡房，空間較大，可以放到雙人床，設曲尺型落地玻璃窗，盡享窗外景緻。跟住落嚟嘅係間套房，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套廁以浴缸設計，設有洗手盆櫃同鏡櫃作收納。第三間嘅睡房間隔方正，一樣都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浴室屬於明廁有窗，以企缸設計，設有洗手盆櫃同鏡櫃作收納。
走廊嘅盡頭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空間寬敞，可以放到 king size 大雙人床，一樣都可以做到三邊落床。設 L 型大窗，飽覽九龍塘一帶嘅景色同遠望獅子山景。另外一邊有空間可以放到多組嘅衣櫃，亦都可以擺放書台。主人房套廁分別設有旗桿同浴缸，連工作平台以作通風。然後我哋參觀16樓 B 室，實用面積1039尺，屬於4房雙套間隔。入門通過玄關位就係客飯廳嘅位置，大型嘅廳區十分寬敞又方正，大約長6米，可以做到客飯廳分明。外連大露台，而且同廳區同闊，可以放到戶外家具，望到多加利山嘅景色。廚房設 L 型嘅工作台面，備餐空間充足，上下櫥櫃，大量嘅收納空間。配備各種名牌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焗爐、微波蒸焗爐、酒櫃、雙門雪櫃等等。廚房內設有工作間，亦都可以用作工人房使用。套房嘅位置位於客飯廳嘅右側，自成一角，間隔寬敞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套廁以旗桿設計，設有洗手盆櫃同鏡櫃作收納。另外2間睡房面積相若，間隔方正，都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浴室以旗桿設計，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作收納。主人房位於走廊嘅盡頭，空間寬敞，可以放到雙人床，做到三邊落床。廣角嘅落地玻璃窗可以望到加多利山景色，亦都提升房內採光。有預留空間放置頂大衣櫃。主人房套廁設有洗手盆櫃同鏡櫃作收納，分別設有旗桿同浴缸，連工作平台，有利通風。最後我哋參觀16樓 C 室，實用面積966尺，屬於4房1套間隔。入門設有玄關位置，可以放鞋櫃作收納。旁邊就係儲物室，跟住落嚟就係浴室，以旗桿設計，設有洗手盆櫃同鏡櫃，有大量嘅收納空間。通過玄關位就係客飯廳嘅位置，客飯廳以長形開側，左右兩邊廳分明。外連大露台，與廳區同闊，有空間可以放置戶外用品。廚房空間寬敞，兩邊嘅工作台面多組櫥櫃作收納，配備各種嘅名牌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焗爐、微波蒸焗爐、酒櫃、雙門雪櫃等等。廚房內設有工作間，亦都可以用作工人房使用。其中一間睡房位於客飯廳嘅一側，間隔寬敞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另外2間睡房位於走廊嘅左右兩邊，間隔方正，都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主人房間隔寬敞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大衣櫃。設曲尺型大玻璃窗，望到開揚景觀。主人房套廁設有洗手盆櫃同鏡櫃，分別都設有浴缸同旗桿，連工作平台，有利通風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